俗语讲了好。李长啊，阮这久吼无来这夜市啊，顺顺看看。小等，你叫我李长啊，你想啊？哦，我是你的助理啊。助理，你我助理。九令，我是你的王力宏。九令啊！我是你的特助啊，就是伫你的身躯内底做代志。你个身躯来做代志。喂，你安尼我足危险的。我伫你的身躯替你做代志啦。特助。得做啦，对啦。是毋是我身躯内底，是我身躯边，好吗？对啦，因为吼，迄选举吼都要到啊啦。是选举啊，选举。选举嘛要到啊啦。是要选举也要选举啦。你介意倒一个？选举好啊，选举，系啊，因为迄个选举要到啦，我来个交关一个，啊，你拍一个招呼，来安怎？交关一个啊，交关呐，交关一个啊，我关就要交因哦。我选你，你就要关关哦。交关一个，安尼吼，讲袂了，阮就来股票当选。股票啦，毋是股票啦。股票当选听你讲完，我来当中我随在你。不，这讲的，这个夜市啊，是咱这里的大票仓。都是讲的。放心嘛，大家，哎呦，这是咧卖啥呢？来，你若感觉平常时行路怪怪咧，你若感觉你内底有别人咧，吼，有人住伫你内底咧，买等于吼，小小咧个无代志啊咧，吼，歹势，莫甲我动吼，我咧做生意叫头伫遮啦，嘿。来，咱是来抽奖啦，来，咱来抽这1万块的银纸啦，好来抽。1万块啊，抽出来，咱讲了的讲潘啊先生，啊，就是你抽到来包过，啊，你抽到1万包起来。吼，啊，抽到这银纸吼，我哥送你3炷香吼。啊，你叫做三张香啦。3张香，平安红壶。嘿，佮送你一个壶啊。对。啊，这吼现场吼，我有画过，啊，会送到恁遐吼，你个要来领吼，来，恭喜，慢聊。你问讲这金纸有防火无？林老师，你问我有防火无？金纸要烧的，你问我有防火无？你要归去，你个三等于大好啊！来，五路财神，刷来五路财神，五路，歹势，我咧做生意吼，歹势。五路财神吼，这组等于烧5条路，烧了你阁有钱咯。啥物？你问我烧袂完，介这冰冰箱烧你流水流，吼。来，袂爽袂啊啦！真正是。下头家啊，嘿，我看你安尼吼，规面安尼红硬安尼讲安尼，你袂甲个要中讲，有要紧无啦？我跟你讲，无习惯啦，我讲习惯啦。哦，我即起卖这吼，因为无啥人咧卖银纸嘛吼。哦，我读个底赛，问一大堆奇奇怪怪问题啦。问讲这金纸开会使防火啦？金纸都要火，要哪防火啦？啊，佮问我讲这也烧袂了，看冰冰箱过刚刚烧出来烧啊。哦，奇怪，加油啦！谢谢啦，李长，对啦。白大看。来，李长啊，秘书啊，来，食豆奶啊，食豆奶啊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我这豆奶很卖哦，哦，拢是。你咧卖啥？豆奶啊，我卖豆奶的啊。你举出来无？安怎？我卖豆奶有啥物问题？你这个体价卖豆奶，讲讲卖人讲的迄5工哦。卖啦，我咧练的啦。你卖豆奶的体价啊，迄边顶下2只鸟鼠哦。有啦。喂，鸟鼠是用毒的啦。有鸟鼠啊，有嘛有。我讲啊，我9箍啦，嘿啦。刚才卖豆奶是米闹搞，豆奶、米奶、油炸粿。零茶。对啊，小拄落有无？结落，哦，大家。好食。热天到仙草冰、水果冰、八宝冰。好哦，啊，无我试袂上，我甲送去办公室，互你食看卖。好啊，好，感谢，感谢哦，好，谢谢。这张。嘿，大家来看卖啊！来，听着我声音的邀请，3步做2步行2步。来，到咱这个哇大门口来，今仔要看的着俗的着来，第一样物件来这粒，注意甲看，详细甲听，开关甲试落，七彩金光，七彩光芒。我先讲的这粒不是跳蛋哦，你唔能乌白来哦，指落送便宜哦，好来。这粒甲摕来好来，恁兜若厝内底有饲狗饲猫，这粒涂骹甲放落去只狗仔猫仔，都起笑我无爱面哦。有饲狗饲猫的哦，会当人狗啊。人猫啊，但我先讲哦，这粒要安怎算哦，你唔通摕伫手安尼抓，
安尼带，安尼带，半点钟就中风啊！好来，我先讲哦，啊若查某囡仔会受这哦，人水水，但是体格无介水，记得提定个一天3届，一天3届，一届半点钟，提定个放你家。3个月就整起来，我无咧骗啦，F 罩杯啦，无 F 罩杯上无毛猪奶头来，听好，这了好来，外口你卖真贵，要求我贵好来，感觉价值偌济，花偌济，1块、2块、3块、5块、30、50、300、500，你人加花，我上悬我就卖，每价偌济500，加几块？我600加好多，600，来600，有人搁加无？7000啊，然后来7000啊来，1000啊，是7000啦。1000，发音较标准的来，1000加几块？1000亿啦，1000亿啦，1000亿加偌济？1500来，我甲恁某大肚，我走路头家念伊4头路，1500加偌济来，1500一声2句，2句点1500，无人搁加，无人搁添，无人搁花。5万啊！来，你有看啦？不是安尼是5万啦，已经欠安尼在死5亿。你丢不可是你丢哇，你丢白啊你！我是要花，我唔花5万。哦，你用讲的啦，我袂晓算命啦，偌济？2000啦，2000啦啊！算3声听3句，1句2声，2句点。钱来包贵，爱钱不爱回，要钱不要货，要货晚上睡觉很难过。来2000二来，这样个小鬼来，希望来介绍这支电话啦吼来，不用续约，不用绑约，不用预缴，网络吃到饱，但是电话费忘记缴吼来，这支电话来，出来电吼，家好好用的对喂，这个会当卡进民府，你知无？即马通联你免搁来看播啊啦，今天啦，这卡里搁会当视讯呢，这招人出来。直接关录音视讯。关录音用这只就会使吼来，外口店头你卖真贵，夭寿贵，贵甲吼真正足贵。今仔日伫遮卖讲几万哦，柑仔万、油仔万，恁咧花，袂当伤过万。感觉价值偌济，花偌济来，这支电话来，几价？150加偌济？250。小查甫，我怪你食到遮大块。250加偌济？300。3分钟清烟，4分钟爆炸。500加偌济？500。7000，有1000我知啦吼。卖你1000倒伫涂骹记在你整，1000加偌济？1000 2声，1000点，莫徛咧，敢若18当人讲话，开口偌济？1500。1500，来1500一声1500 2句，钱来。包过1500就好啊！来，这人小贵买过过来哦，卖物件，紧就好。来啦，妈妈小姐太太哦，来，妈妈小姐太太真辛苦啦吼，逐工拢伫厝内底拼东拼西吼。来，我甲你讲，这物件介厉害，这摕等下吼，安那洗就洗袂烂。而且吼来，恁兜吼来像这马铃薯对无？咱是免爱下皮，爱抠皮，唔免吼来，咱头本看卖啊面顶刷刷，好不好？我要蹦。这个科技刷，啊，这个来帮看麦，啊，这个叫正皮吼来，来看好吼，这对一只衫来有无？安尼，甲撸撸的，可以直接去皮哦。真的假？真的啦，人讲伤济了贵啦，这是一句的做唔得就怪无？它可以直接去皮，全那个洗啊！咱没用烤的啦吼，因为小姐、妈妈、太太若无定定你做厝内的代志，无注意烤多少来烤了就老灰啊。这直接会当可以去皮啦吼，来根茎类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用吼，来牛蒡也可以。来啦，莫讲哦，今仔日一地卖啦吼，来有介意的来做你人家花，感觉价值偌济花偌济，先花先赢，万花无输赢，1000啦吼，来这看着引导好呀啦。1500来，1500，2000。我先讲，我无收金纸哦，这一块海绵我就花到2000块，这啦我惊我会趁到火烧厝。你去攀啊，这3条花到2500，你那无啦，咱总来啦，咱哦现场无偌济啦，差不多3地尔啦。我今日甲你表2000啦，2000啦，很多都攀袂你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对上啊，来3000，我给你讲。来，你让我你买啦，攀啊，花到3000，3000那个。喂，你外口欠得济，喂，3000来，算3声，听3句来，1句2声，2句点，我感觉是无人会搁比搁较悬的啦。来3600，钱来，爱钱尔吼。来3600，最后一样物件吼来。来啦，物件炸介济来吼来，但是这样物件吼你一定爱买。恁兜衫裤、机会吼拢送洗。
啊，若无你厝内底就，因为你送洗灯来衫裤拢会帮你吊起来嘛。咱来厝内底洗衫裤一定爱吊衫嘛，爱披衫嘛。这是咧开红酒的。无啦，唔是啦，这是你人布袋啊，唔是啦。来，咱吊衫裤来，我教咱大家安怎吊衫裤，这是一个魔术衣架，吊衫介简单吼来。那一般的衫裤3根嘛，你前摆拢入去了，搁另外一边，这根面哦。来，小帮手帮我拿着吼来，看详细看，注意听，3房2厅，今仔日你困无觉客兄。看好哦，安尼甲拍开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就会当拍开啊，安尼你吼，来就问咱现场所有阿兄阿姊吼来，咱收衫裤是要安尼拍？你若拄着落雨天吼，还未收完衫裤打咩啊？来，今天衫裤要哪收？介简单，我教你人家收，1秒收1件，1秒收1件。哎呦！叫一个吊环，你只要来甲摸着，伊就拍开啊。了解啦吼，而且咱会当节省空间哦，因为咱即摆生活空间愈来愈小，有的所在吼，咱无阳台，然后拍衫，厝内底佫无烘干机了无？衫裤若拍个要安怎来？咱一站伫厝内底会当甲吊起来。哎呦，一盖吊一领有无？咱就会当钉塔，看要吊几领做几领，安尼甲放的。一领衫，咱会当甲吊起来，有关咯。一件把它吊起来，好来。外口店头你卖真贵，要求贵到无臭，渺小，好来，听好。百货公司专柜专门卖很贵，今仔日伫遮好来，你若感觉价值偌济，花偌济，一盖花一支，一盖一支哦，一支吼，来，来，开价听声，偌济。350加偌济？1500加你收下爸爸，你爸爸交钱350换你，我2000，我2000，我2人你2000、3000，3000加偌济3000。我来一句话3000。你都要花2000嘛，2000，你都要花3000嘛，对。因两个加起来5000。5000块来，感谢这位。咱感谢这位批老高里长吼来，批里长，感谢你3年8个月过10天吼来，嘿，我拄头一届，啥来过10天我嘛唔知影吼来好，来全部拢来，钱来，包贵爱钱不爱货，感谢你哦，感谢。来，都是我，来，这里哦，来哦，够厉害诶，规搭拢安尼瘦，拢是你的啦，你哪遮厉害啦？一定爱咱做里长，对不对？咱个失民主啊，吼。哦，你看我现在跳球吼，哇，前几工阮孙仔你偌好买啊？一粒60块，好啊，你才买2000，有够可怜的。小等一下，你迄个电话啊，吼，迄电话真哩看是二手的嘛，啊，你买回去一定爱一直送修啊，你个开钱，你买1500，哦，拜托诶，迄戆人唔使戆到卖白钱哦。好啦，你顶下真正伤含嘛，你迄海面啊、菜瓜布，迄伫5金含一地卖25呢。你买偌只3000，你嘛买会落？我是伤含啦，我叫你干爹好无？李长啊，其实老实甲你讲啊，这3斤哦，我前几工哦才去买啊，一个才85块啊，你买5000块，哦，你实在是贪婪呢。一支85，而且我买5000。对啊。哇，天哪，干哪这是款的代志，这种物件买甲咧袂晓控制情形哦。这是爱甲人拼，爱甲人拼。我即个讲我家己啦嘿。这有2句俗语会使形容啦吼。第一句叫做夜得歌入城，第二句叫做无鬼夜当家。好来，起拍咯。来，行过。就是讲这个里长啊，爱民主啊，拖来讲一直拼，出个装备。这情形第一句叫做夜得歌入城，第二句叫做无鬼夜当家。当今第一句请举手，一个尔，剩一个尔。我举嘿。阿阮，无啊吼，来恁来徛做伙。来，恁这边是选无鬼夜当家。来，解说者。真简单嘛，对啦。你夜得哥入城啊，门口安尼得尔嘛，啊，迄个得哥真长嘛，你有个卡伫门外口嘛。卡门嘛，卡门啊，啊，你个行袂入去。夜得歌就夜得入去，咱袂入去。啊个讲，那人来入去。啊，我要改，啊，就讲嘛，对啊。我要改，对吧？改这边。伊听有啊。哎，拄好3男3女。哎呦，我是感觉你知影吼，伊是咧讲土济嘛，对对啊。啊，你感觉鬼会使伊会
也浮起来就对啊。也糊起来，糊起来啦！拄则都亲像一个，迄是迄王星爷，这七天糊起来啦。迄都亲像安尼规安尼浮起来，哦，一直滑，安尼浮起来，啊，无人甲安尼抓着，安尼。无的，是建议你听伊的意思。大感谢啊，好不好？我药应该是无贵，你搁要压蛋鸡出来，该压嘞。创什么？讨者。老师拜托。家用啦，第一句吼，抓滴果入声，头有碰过讲过，你定爱抓摊环，按才行入去。对。所以你会直直行入去，啊，直直搁行出来，迄叫直来。直去，直往，直来直往，所以死亡啦！嘿，做代志吼，一条肠啊烫卡针安尼啦，啊，拢袂晓较袂晓变巧，迄叫直来直往。直来啊那水鬼压蛋鸡，迄鸡是以早犯人，对啊，爱猪鸡安尼，所以变做吼，明明甲你无地带，无论是水鬼还是讲无鬼吼，明明甲你无地带，啊你去做一个足重的鸡压颈下头，毋过吼，即一切拢是啊家己。做得来，自作自收，所以上海一个20块，啊，伊开偌济？5000，啊，若有一个前面一个100倍，伊开3000，你看伊开钱拢开足济，毋过你是要来选里长的，结果你表现这种行为，有人看感觉一箍里长安那，足扑浪空的。安尼敢会影响到你的选举，你的考虑哦。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，自作自受，所以若安尼看起来应该是倒一个。无贵呀，大姐。稳着啊。今仔日的这个结果看起来，会证明讲查某比查甫较巧。哎呦，厉害哦！无要紧，家己拍一个破来。